Hello，我係第一屆嘅開聲體學員阿聰啦。之前同啲同學仔傾翻呢，原來唔經唔覺呢，已經由參加計劃到而家呢，原來已經5年嘅時間咯。都好慶幸自己當初有參與到，有報到名啦。亦都好多謝呢，即係特別係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嘅同事呢，有安排好多好有用嘅理論課啦，同埋實習嘅一啲嘅場次啦。俾到我哋呢，可以即係學以致用啦。希望做到一個稱職嘅口述演講員啦。呢5年嚟呢，即係自己都有幸參與過一啲唔同嘅大大小小一啲直播啦，例如 YouTube 網台啊，或者港台共融聲道嘅一啲嘅直播嘅一啲運動比賽嘅直播嘅賽事啦。都係一啲好難忘嘅體驗嚟，亦都係即係之前都冇試過啦。但係即係個人嚟講呢，我都即係最享受呢，都係一啲現場嘅口述演講嘅服務嚟嘅。特別係一啲即係同港隊運動員打氣嘅一啲比賽啦，即係可能試過係足球啊、棒球啊、羽毛球啊，或者係一啲七欖咁樣，即係呢啲做到即係可能有兩個意義啦。即係一方面就係大家都會同視障朋友一齊入場，咁大家呢固然係享受嗰個比賽呢嘅同時，亦都可以俾到即係現場嘅港隊運動員呢一啲支持呢。咁我覺得呢個意義都好難得啦。咁另外呢，即係入現場嘅一啲嘅賽事呢，都會見到會員嘅即時反應啦。即係一啲譬如場上嘅時刻，咁如果有幸即係可以透過自己嘅聲音或者我哋嘅同學仔一班口述演講員嘅聲音呢，可以帶動到個氣氛啊，或者即係描述到嗰個賽事有幾精彩嘅話呢，即係如果原來見到會員朋友呢一齊呢好投入啊，好拍下手掌啊，或者一齊去歡呼喝彩嘅時候呢，都會覺得呢，即係都特別覺得呢會做到大家一齊享受體育比賽嗰個初心啦，同埋都有啲幾有趣嘅場面，就係有時可能完咗一場波之後呢，咁都有會員朋友呢會話我認得你把聲，我上次都係你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好難忘啊！即係無論好定唔好都好啦，即係都原來有會員會記得呢。原來我哋都唔止一次之前都有試過咁一齊去享受呢一個體育比賽呢。咁呢啲都係一啲好深刻啦、好有印象嘅畫面嚟嘅。講到一個就係都幾難忘嘅場面呢，就係即係記得有一次呢，就係去幫東亞足球錦標賽嗰陣係咁就入到去即係體育園嗰邊啦。咁就當時佢哋就有啲口述影像嘅設備咁去即係實測下咁樣。咁當時呢，即係德能都喺度呢，就即係行入嗰個即係直播室咁樣，即係一個俯瞰嘅角度睇嗰場波啦。亦都有啲試下當時口述影像嘅設備呢，即係大家都會好感覺到呢，即係有啲實質嘅成果見到就係即係一步一步咁行落嚟呢，即係都好肯定到即係大家嘅努力係有成果啦，亦都係冇白費到過去努力。咁希望呢一個即係少少嘅一步你可以延續到落去啦，即係可以令到口述影像更普及啦，即係有更多賽事可以應用到啦，同埋即係亦都係啦，即係各方面都可以繼續支持呢一件體育口述影像嘅事情啦，即係俾到更加多嘅視障朋友又好，可以享受到體育比賽啦，都係甚至係普通市民都好，即係可能係都會更加認識到咁接觸到呢一個體育口述影像係咩嚟咁樣啦。咁最後都即係個人嘅少少嘅彩蛋就係即係過去都好咁啱啦，即係叫做以呢一個開聲體學員嘅身份呢，接受過呢一個喵喵又好或者係經緯線嘅訪問咁樣啦。咁都係即係過程中都好有趣啦。咁亦都係即係希望呢，即係做到呢一個將體育口述影像呢件事呢推廣俾更加多即係人去認識到啦。咁以至係即係促進到呢件事更加公用啦，更加普及咁樣。咁希望多啲人去認識啦，繼續支持呢件咁有意義嘅事情。相信呢，我哋後會有期啊。希望之後都有更加多機會啦，可以同無論係視障朋友都好啦，或者係即係未來大家一齊繼續享受體育賽事。人人都可以 enjoy 到就好啦。Hello， 我係 Keith， 不知不覺做咗口述影像員已經係3年幾嘅時間，好開心可以好似細細個仰慕嘅評述員咁樣啦，用自己嘅喜好聲線
去提供服務。有幸喺3年幾前遇到一個機會咧，接受口述影像員嘅培訓，而當時有一句説話啦，印象好深刻嘅，就係體育面前人人平等。好開心可以用自己嘅聲線咧，喺自己鍾意嘅事情之中去帶嚟一啲嘅貢獻，令到視障朋友可以享受到體育賽事嘅精彩、氣氛、故事等等嘅元素。3年以嚟喺各種嘅賽事咧，包括世界盃咧、女子世界盃、歐國盃、亞洲盃、港隊嘅賽事咧，或者係本土嘅足球比賽咧，咁延伸到唔同運動咧，仲有巴黎殘奧啊、殘特奧會啊、全運會啊，咁都係提供咗好多唔同種類嘅服務啦，唔同運動嘅服務啦。咁當中如果講到最深刻嘅咧，到依家都好記得有一次係初初作為口述影像員咧，一次實體嘅活動嚟嘅，咁就帶一班視障朋友咧去旺角大球場嗰度睇波，咁自己就作為口述影像員咧，喺佢哋身邊去為佢哋提供口述影像嘅服務啦，去講波啦。好多時咧，我哋同視障朋友啦，即係啲聽眾啦，係 group 埋一齊坐嘅，咁大家咧基本上係可以聽到即時嘅一啲聽眾嘅問題啦，或者係聽眾嘅反饋啦。咁嗰次係好有成就感啊！點解咧？因為多數做評述也好，口述影像嘅聲音直播也好咧，係好難得去直接聽到一啲嘅反應。而當時講完場波，我聽到嘅反應咧，嗰度係半場休息嚟嘅。半場休息停一停咪嘅時候，就聽到呢啲聽眾啊講場波，佢哋自己嘅理解，亦即係表示佢哋透過我啦同拍檔嘅口述影像服務啦，知道場波發生咩事，知道成個故事個脈絡係點樣，而佢哋係有佢哋嘅理解，即係話我哋嘅服務咧係好有效果。咁初次咧係好真實咁樣去感受到佢哋嘅滿足啦。咁所以第一次往往亦都係最難忘嘅。同一時間咧，講到實體活動，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學習過程。好似剛才所講嘅時候，會聽到啲聽眾關注啲咩，想知道啲咩。有時講下咧，佢會聽到喺側跟咧，佢哋會問一啲嘅問題。而呢啲咧，往往就係做一個體育賽事嘅觀眾也好啦，聽眾也好啦，參與者也好，會想知道嘅東西。咁從而咧就更加可以摸索到，即係做直播也好啦，做體育賽事即時嘅口述影像也好啦，應該係着眼喺邊啲嘅位置，要講邊啲先，最關鍵嘅地方到底係乜嘢，亦都係實體活動咧，每一次都係好寶貴嘅經驗。而呢啲經驗亦都係幫助到我日後嘅服務會做得更加好啦。自己有開 YouTube channel，亦都有做聲音直播，亦都係啦，不時會諗起做口述影像一啲嘅經歷啦，用到口述影像嘅技巧啦，去令到成個內容係更加豐富。所以成個過程其實除咗幫人之外，同一時間幫人亦都幫到自己。好希望呢一個嘅過程咧，口述影像嘅服務可以繼續帶落去未來嘅體育賽事咧，甚至係生活之中更加多林林種種嘅東西身上面。同一時間亦都期待整個社會對於視障朋友嘅服務咧，配套會係繼續係越嚟越好啦。